咱我来关心文化方面的消息。嘉义有一团真特别的布袋戏团，名叫三麦堂。规团30-40个人拢是志工，无领薪水。大家个人用专长对装布袋戏翁仔，到编剧本，人翁仔讲口碑，甚至合作规出电影拢家己担当。因为伊的心愿就是要让愈侪人来了解布袋戏这门艺术。 小朋友摆几摆，目睭金金看，就是踮要体验大仙翁仔。三麦堂的布袋戏翁仔，含囡仔人差不多悬，目正有重。大家算甲真欢喜，家长目无闲来翕相。我刚才是要操作自己要布袋戏的，然后还可以跟他握手。 讲解也很清楚，然后大人小孩子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，这样子。嘉义的三麦堂创意翁仔团队和别团无相像，因是无咧盈利的，主要的目标是要让更较侪人来接触了解布袋戏。逐摆办活动出动了后，就要斟酌整理这翁仔，才会当维持因水当当的状态。阮这翁仔虽然一尊做起来拢差不多8-9万，但是所有的小朋友，不管你会晓也袂晓，阮拢会当教你算。 就是互你现场操作这个布袋戏翁仔，我唔惊你弄歹。三麦堂对2008年成立到今已经超过12档，家己设计制作的布袋戏翁仔210外身，对野蛮的头冠到藏伫内底的鞋仔，特身拢办甲真奇卡，有古式的，也有加入现代元素的设计。造型师详细来解说，这么水的布袋戏翁仔是安怎捏出来的？你看到关键这亚克力啊，这种的，这拢是手工做的。 伊即只较复杂，即种差不多2礼拜起跳，对啊，就是敢头管鸟。三麦堂30-40个人拢是志工，利用休困时啊，斗相共大细项工课，发挥个人的专长，甲兴趣发展做专业。做布袋戏翁仔，做甲家己写剧本、翕电影。长期参与的志工表示，因为细汉看布袋戏看到大汉，大家做伙付出，过程就算辛苦，心头嘛有影欢喜。这边人平常时啦、放假啦，这个有兴趣。 哎，大家都拢做伙来，一直算，到大家拢足欢喜的啦。三麦堂无受到布袋戏传统的限制，无舞台，野翁仔的师傅直接行到观众身边。虽然幕后美工离经叛道，不过这款亲切的形式所带动互动布袋戏的风潮。因讲因会欢欢喜喜一直搬落去。记者尤维珍嘉义报道。